中意行聖水嘅你，千祈唔好漏咗呢一間新開嘅韓國超人氣香薰旗艦店啦！一堆勁高質又精緻嘅贈品等你帶翻屋企，尤其是係呢一個咁靚嘅限定 keyring，一定要 share 俾你個 friend，叫佢同你一齊去。呢個牌子叫 Anilo， 相信有緊貼開韓國產品嘅人咧都已經知道噶啦。佢包裝咧係超級有質感啦，氣味都好高級，放喺浴室絕對係可以提升家居顏值啊！聽講好多韓妹都人手一支佢哋嘅洗頭水同埋沖涼液。最近佢哋終於喺聖水洞開咗首間旗艦店啦，第一時間俾呢一些超靚嘅藍色產品吸引咗。原來係好啱夏天用嘅清爽身體沐浴保養系列 Shower Time， 擠出嚟係藍色，因為佢入邊加咗藍色嘅龍舌蘭葉同埋有透明質酸複合物，所以洗手沖涼都唔會乾。再用埋同系列嘅香薰身體乳，佢嘅質地係勁水潤，用完都唔會黐粒粒。呢支 Body Mist 係可以幫助皮膚補水，亦都可以當香水用。細支啲嘅咧就係淡香水，聞落咧係好似平時入咗高級家居店嗰種線香同埋木調，點神秘又會吸引你係咁想聞嗰隻。喺驗完 Anilo 香氣之後咧，只要打卡上傳 Instagram 嘅 post 或者 story， 就可以參加呢個100% 有獎嘅抽獎活動。現場買滿4萬蚊以上，即刻送你一個 Anilo 限定嘅 keyring， 加埋2個小吊飾。呢度嘅裝修風格係勁復古法式風，記得着靚啲去打卡，同埋拎晒啲咁靚嘅贈品翻屋企。如果想用85折入手我介紹嘅套裝，記得用埋我嘅限定優惠碼丁25啦。